肩胛骨唔正，唔單係會影響肩頸痛反覆發作，仲會影響乳房嘅健康。肩胛骨就好似肩頸個支架咁樣，如果佢位置歪咗，咁啊佢周圍嘅肌肉經絡梗係會被扯緊咗，就會引起阻塞啦，經絡唔通。如果我哋淨係針對呢個疼痛去按摩貼膏藥，冇矯正佢嘅位置，咁呢個肩頸痛就會反反覆覆咁樣發作。肩胛骨係乳腺嘅反射區，佢同乳腺一前一後係鄰居咁樣嘅關係。如果肩胛骨位置唔正，或者佢周圍嘅軟組織經絡阻塞，自然會引起血氣鬱結喺乳腺嗰度唔通，就會引致乳腺有結節，甚至會加重乳腺增生。千祈唔好小睇肩胛骨個位置，要保持佢位置正確，疏通肩頸啲經絡，先至可以同時解決肩頸痛，又護住乳腺嘅健康。